而家嘅節目係奇妙的救恩，歡迎你哋收聽。凡信他的人，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。喺聖經使徒行傳10章43節，但凡信靠主耶穌嘅人，必定因為佢嘅名得蒙赦罪。一個囚犯在監中，真係切切盼望佢能夠得到赦免，特別係定咗死罪嘅，幾難等一個機會。適逢一個大嘅日子，皇帝大赦令，又包括佢。於是一個條子落，有皇帝嘅簽名。呢一個囚犯就因為一個有皇帝嘅名字嘅大赦令，佢就脫離咗嗰一個死亡，脫離咗監牢，得到自由。皇帝嘅名字就代表皇帝自己，皇帝嘅能力亦係在皇帝嘅名字嗰處表出嚟。呢個囚犯得到赦免，係因為皇帝嘅名字。今日我哋嘅罪要得到赦免，唔係憑藉乜嘢，亦係憑藉神兒子耶穌嘅名。耶穌嘅名係神兒子嘅名，除佢之外冇第二個名，我哋可以靠着得救，唯有耶穌。耶穌呢個名字就係救主嘅意思。佢名字喺邊處，邊處就得到釋放。人接受佢嘅名字嘅人，就係接受佢，就得到拯救。所以凡信耶穌嘅人，必定因耶穌嘅名字得蒙赦罪。點解耶穌嘅名字咁有能力？你知道人可以因佢嘅名嚟得到赦罪呢？耶穌到底係乜誰？聖經清楚話俾我哋知，耶穌係神獨生嘅仔嚟。咁你想下呢，你就知道耶穌嘅名字幾尊貴、幾馨香、幾高貴、幾有能力、幾榮耀、幾聖潔，因為佢係神獨生嘅仔。聖經話係神懷裏嘅獨生子，就表明係神好愛，同神好親密，直情神一樣。咁耶穌呢個咁偉大嘅名字，佢到底為我哋呢啲有罪嘅人做咗啲乜嘢事呢？以至到我哋今日信靠佢嘅人就可以得赦罪呢？原來呢個咁偉大嘅救主耶穌為我哋做咗一件事，係我哋真係連發夢都未曾夢過，想都未想過。佢竟然為我哋嚟到世界。朋友，你聽到呢句說話已經覺得厲害。神係天家，喺個樹最平安，冇炎熱，冇痛苦，冇罪惡，
最快樂嘅、最榮耀。但係佢為你為我嚟到世界做人，咁你就想到呢一位神嘅仔，佢將佢嘅榮耀降低嚟到做人，佢將佢嘅豐富放低，寧願做一個窮苦木匠嘅兒子做人。佢將佢在天上一切嘅福樂為我哋撇棄，嚟到一個痛苦嘅人間，生長喺馬槽，客店裏邊嘅人拒絕佢，人情願接待其他嘅人，但係佢都唔肯情願接待神嘅兒子耶穌。唔怪得聖經話，狐狸有穴，空中嘅飛鳥有窩，但係人子冇枕頭嘅地方，係耶穌親口講。一隻狐狸尚且喺地上揾到一個地方嚟到藏身，一隻雀仔咁微小，尚且喺世界揾到一個竇嚟到居住，但係神嘅兒子嚟到世界，竟然人連枕首嘅地方，連枕頭嘅地方都冇俾過佢，人唔要佢，人拒絕佢。你睇下，咁到底神嘅仔咁苦心嚟到世界做乜嘢呢？大嘅事仲喺後頭。神嘅兒子嚟到世界，唔單止冇人接待佢，佢生長喺一個木匠窮苦嘅家庭，一直至到30多歲。然後出嚟做傳道，將天國嘅真理嚟到教訓人，勸人悔改，歸向神，勸人離開罪惡，趁着神有恩典，趕快悔改。最收尾，佢為我哋嘅緣故，為着要拯救我哋脫離罪惡，為着要救我哋免去將來神對罪人嗰種嘅審判，同埋地獄永遠嘅沉淪，神嘅仔耶穌甘心樂意為你為我釘落十字架。佢兩隻手被一好好長嘅釘穿，掛喺十字架上。佢嘅頭接受咗兵丁用好厲害嘅荊棘勒所造成嘅冠冕戴喺佢嘅頭上，佢嘅腳都被一個好長嘅釘穿，血從佢嘅頭、從佢嘅手、從佢嘅腳流出嚟。呢個係邊個？俾人咁樣嚟到推殘，俾人咁樣戲弄、嘲笑、侮辱，呢個係神嘅仔。哦，點解神嘅仔要遭受呢啲？原來呢啲應該係你同我遭受，因為你我係罪人。但係神嘅仔為我哋受咗，佢甘心樂意忍受痛苦，為我哋飲盡因為人所犯罪帶嚟嗰個苦杯，咒詛神憤怒咒詛個杯。神嘅兒子為我哋完全飲晒，神嘅兒子為我哋受盡咗我哋應該受嘅鞭打、辱罵、創傷、丟棄。神嘅仔替我哋受咗，最收尾佢喺十字架上好痛苦，佢將近斷氣，佢大聲話：我嘅神啊，我嘅神啊，你為乜嘢離棄我？睇下神嘅仔為咗要救你救我嘅緣故，竟然被神丟棄。佢為你為我企喺罪人嘅地位，受神嘅咒詛同埋刑罰，喺個處被神掩面唔見佢，唔睇佢，因為神定義將佢壓傷，以佢為贖罪祭。神丟棄佢，使我哋得到接納。
最收尾，佢講一大聲，成了，氣就斷啦，地就震動，天地都黑暗。聖殿裏面嗰個幔子由上到下裂為兩半，從此人可以直接到神面前，靠賴耶穌嘅血。哦，原來神嘅兒子嚟到做人嘅中保，做人嘅救主，為人開一條又新又活嘅路，使人哋靠着佢可以直到神嘅面前。所有嘅罪耶穌完全擔當晒，擔當咗你嘅罪，擔當咗我嘅罪，亦都擔當佢嘅罪。凡係肯信靠耶穌基督係神嘅仔，信靠佢嚟到世界做人，信靠佢為我哋嘅罪釘落十字架流血贖罪，第3日從死中復生，現今肯接納佢做救主嘅人，神話凡信佢嘅人必定因為佢嘅名，得勝嘅名，神兒子嘅名，救主嘅名，得蒙赦罪。呢啲係神所應承講嘅人。以前係一個罪大惡極嘅人，但係一次相信主耶穌，就因為佢呢個得勝嘅名，將我從罪惡中救出嚟，從死亡中救出嚟，使我嘅罪得赦，成為神嘅兒女。你今日一樣需要呢一位救主，只要你肯信佢，你必定因為耶穌呢個寶貝有能力嘅性命，神兒子嘅性命，神打發嚟做救主嘅性命，你嘅罪必定得赦免。耶穌就係救主嘅意思。如果你相信佢，就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。耶穌你名何當芬芳，在無人一身上，他救罪人心裏所念，無一將主感斷。耶穌這名表明大愛，與何人生活在？這名贖罪我們靈的，天上如何同情？耶穌我罪為我成罪，使我蒙恩受惠。你是你神來得我心，今可你從我血。各位聽眾，奇妙的救恩今日就播到呢一度。